渔港一个姓柯的船长，新历初四会知影驶竹排出海掠鱼，因为风伤过头，竹排规个冰船。消防人员发觉了后，赶紧通报海巡的人来救人。因为风影伤过大，海巡的救生船嘛无再掉落海，敢来当协调港内渔船来支援。头尾半点钟总算甲伊救起来，因为体温降一个伤过济，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急救。 海面一只塑胶牌啊，伫遐安尼浮一个沉一个，船长个坐顶悬咧等待人来甲救。看这个船长已经吊伫船顶真久啊，嘛已经有失温，海巡嘛来扬渔民出面来甲斗救。这个意外就发生伫咧新北市野柳的渔港，一个姓柯的船长，新历初四早起驶塑胶牌啊出海，不过煞去拄到对头风甲长波影。 这个塑胶牌啊从啊变过，渔港的消防人员有去看到伊的船啊变去，第一时间过来通报海巡。不过迄当阵的海象真歹，边境风力有6级，有当时佫会透8级风，海面嘛来卷出迄落3公尺悬的长影，安尼嘛，互人较恶咧挖去甲救。在岸上征捕渔网是有人过来讲说那边有那个小舢板翻覆啊，人在那个舢板的上面呐、叫我们说有办法是啊。 过去帮忙把它拖救一下。风影伤大，海巡队的这个球灵船无法度落海，嘛简单会当调其他的渔船来斗3工。加在讲，伫半点钟内，就甲船长甲救起来。救起来了后，船长除了讲这个体温有较低，嘛无其他的外伤，甲送病院了后嘛已经无代志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